喺我哋開始禱告之前，讓我哋花啲時間研讀神嘅話語，然後我哋再一同禱告。神喺每一日嘅清晨向你發出一個神聖嘅邀請。當你嘅思緒開始奔跑之前，當你嘅責任開始向你湧上嚟之前，當你嘅注意力被呢個世界拉走之前，主喺詩篇第46章第10節向你講出一個有力嘅命令：你們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上帝。呢個係一個呼召，呼召你嘅降服，呼召你安靜心思，平穩內心，將全部嘅注意力帶到神嘅面前。呢個係神嘅提醒，你唔需要自己孭起晒所有嘅重擔，唔需要自己打一切嘅仗，亦唔需要靠自己嘅力量釐清所有嘅事。神要你停止掙扎，開始信靠。安靜就係選擇神喺你心目中坐上佢應該有嘅地位，安靜咁樣為神開一扇門，讓神嘅話語引導你，向你顯明佢自己。一個清晨，當你嘅心係清新嘅，思想係敞開嘅，神邀請你親近佢，更加深入咁樣認識佢。當你喺安靜中為主騰出空間，恐懼就會失去，焦慮亦都會減退，你嘅靈亦都會變得更加敏銳，能夠聽見神嘅聲音。你會開始看見神係一位與你同在嘅父親。雅各書第4章第8節提醒我哋，要親近上帝，上帝就必親近你們。神從來都唔隱藏佢自己，佢向所有尋求佢嘅人敞開。當你刻意嚟到佢面前安靜，神就會回應。聖靈會以獨特、個人、深刻嘅方式嚟到服侍你嘅心。當你同耶穌獨自相處嘅時候，你會被塑造、被改變，讓你能夠喺呢一個不斷衝擊你嘅世界站得穩，讓你喺呢個充滿混亂嘅世界得着清晰。呢一個轉變唔係由匆忙而嚟嘅，而係喺神面前安靜而嚟嘅。喺一個隱密嘅時刻，神會以深刻嘅方式向你顯明佢自己，讓你嘅靈留下永恆嘅印記。喺以賽亞書第45章2至7節，神以大能嘅說話宣告：我要在你前面行，修平崎嶇之地，我必打破銅門，斷開鐵閘。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藏的財富賜給你，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。因我的僕人雅各，我所揀選的以色列，我提名召你，你雖不認識我，我也加給你名號。我是耶和華，再沒有別的了。除了我以外，再沒有上帝。你雖不認識我，我必給你束腰。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，使人都知道，除我以外，沒有別的。我是耶和華，再沒有別的了。我造光，又造暗，施平安，又降災禍。造成這一切的，是我耶和華。神宣告佢無與倫比嘅權柄，佢係走喺你面前嘅神，係打破障礙嘅神，係按名呼召你嘅神，以佢嘅話語震動列國嘅神。喺清晨嘅安靜中，你被呼召，記得神就係嗰一位。以賽亞書第45章22至23節
跟住講出咗強而有力嘅真理：地的四極都當轉向我，就必得救，因為我是上帝，再沒有別的。我指着自己起誓，公義從我的口發出，這話並不返回。萬膝必向我跪拜，萬口必憑我起誓。當你安靜落嚟嘅時候，你嘅心會再一次記得喺神嘅裏邊，冇恐懼，冇仇敵，冇嘢能夠同佢相比，冇任何事或者物件能夠佔據你心目中只有佢先配得嘅地位。安靜，讓神返到你生命嘅第一位，思想嘅第一位，渴望嘅第一位，決定嘅第一位。而當神喺第一位嘅時候，平安就會跟隨，力量亦都會跟隨，智慧、保護亦都會跟隨。每日嘅清晨，神帶住新嘅憐憫，邀請你重新開始，安息喺佢嘅力量裏邊，讓佢引導你嘅腳步。所以當你開始新嘅一日嘅時候，花啲時間安靜落嚟，讓你嘅心沉澱喺主嘅面前，讓佢嘅話語蓋過你嘅憂慮，讓佢嘅同在為你今日每一個時刻都帶嚟平安。請你記住，你唔係孤獨咁樣踏入新嘅一日，亦都唔需要自己撐住今日嘅重擔。神走喺你前邊，神站喺你身旁，神住喺你裏面。而家就讓我哋一同低頭禱告。親愛嘅主，我敬拜你，因為你係嗰位能夠讓彎曲變成正直嘅神。你係移動大山嘅神，係分開海洋嘅神。你係嗰位配得一切尊榮同埋讚美。主耶穌，我仰望你，我仰望你嚟改變我生命，更新我嘅心思意念，拯救我靈魂，引導我嘅腳步。你係我嘅救贖主，我嘅救主，我嘅彌賽亞。冇任何事或者人能夠喺我生命中取代你嘅地位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安靜落嚟，認識你係獨一嘅真神，幫助我平靜我嘅心思，放下生命嘅混亂，好讓我能夠坐喺你腳前，賜俾我一個神聖嘅渴慕，願意獨自同你相處，讓我嘅心裏渴望每一個清晨，每個夜晚都尋求與你同在，教導我愛上呢個與你獨處嘅時刻。喺你裏邊，求你嘅靈向我說話。聖靈啊，求你幫助我，將我禱告放喺生命嘅首位，保守我嘅生命不至於失控，保守我唔會將任何事放喺耶穌同我之間，引導我嘅腳步，讓我嘅心常常專注喺神。聖靈啊，求你繼續光照我，帶領我，唔好讓我心變得遲鈍或者分心，幫助我定睛喺天上嘅事情，讓我對你嘅愛持續不變，讓我對公義嘅渴望每一日都增加。聖靈啊，感謝你成為我嘅幫助者，感謝你與我同在。求你讓我每一天醒嚟嘅時候都渴望與神同在，幫助我與你同行，聆聽你，倚靠你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成長，拿去我心裏邊一切唔似你嘅嘢，除去嗰啲阻礙我屬靈成長嘅態度同埋行為。我緊握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25節嘅應許：凡等候耶和華，心裏尋求他的，耶和華必施恩給他。主耶穌，我等候你，我帶住期待、盼望、信靠等候你。主耶穌，你係我生命嘅第一位，你係我心中嘅王，係我所倚靠、所信任、所敬愛嘅嗰一位。願我所講嘅、所做一切嘅都高舉你嘅名，
讓我生命反映出你嘅榮耀。你喺詩篇第119章第105節話：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願你嘅話引導我、教導我、糾正我、保護我。以上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若果呢段禱告能夠觸動你嘅心，請以阿門回應作為信心嘅記號。我祈求我呢個禱告入邊每一個祝福都臨到你，奉主耶穌嘅名，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與平安常與你同在。